大家好啊，早晨啊，又係在下係私人醒啊，咁就大家咧喺開市嘅時候咧講股啦就做個分析嘅。咁咧就今日嚟講係2月27號，咁而家係9點19分，咁啊期指方面咧已經開咗噶啦。咁啊今日嚟講咧係2月嘅結算啊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可以睇嘅咧最好咧就係睇3月份啦。咁大家睇到咧3月份嘅開市價咧其實係22511啦咁啊，相對於琴日嘅22487嚟講咧，係高開廿零點嘅啫喎。咁同埋咧，相對於2月嘅期指方面咧，而家急升89點咧，係3月份咧係升18點嘅啫。因為咧今日就結算啦，咁所以咧2月份嚟講，佢就會以每5分鐘嘅平均價咧去計算嘅。咁就唔需要揾對手咧，亦都係港交所咧就會同一啲好倉或者淡倉咧係作一個結算嘅。咁但係咧，而家3月嚟講咧，就升幅咧係比較上咧係溫和啲嘅。咁啊，要注意翻咧，其實係外圍方面，琴晚咧做得相當唔錯啊即係美股方面咧，就因為咧就有伯南克咧就出嚟講啦，因為2日嘅會議咧就講翻咧係究竟最近傳聞咧會好快退市，咁佢就出嚟咧解話啦，咁但係最主要咧，其實佢都今朝嗰篇文章自己都寫咗噶啦。咁啊，其實佢覺得咧，其實好多具爭議性嘅話題咧，即係退市啦佢就覺得咧係話其實退市方面咧係唔需要即刻做嘅，因為點解咧？而家嚟講，可能喺個好處方面多過壞處嘅喎。因為點解咧？如果買債方面咧繼續做嘅時候咧，就起碼咧，可以同呢個失業率方面咧係掛鈎啊，即係話如果失業率繼續高企，繼續買債；失業率回落就買債可以停止。咁但係啲人擔心其實可唔可以退到市啊？咁樣嗱，講到依家咧，恒指咧就升136點嘅喎，咁咧就係呢個報22656嘅，咁開得唔錯㗎咁但係呢個期指方面咧，因為係講緊3月啦。咁所以咧，3月而家係做22540嘅啫，22538啦咁啊升幅咧係溫和啲嘅。咁但係咧要注意翻全日嗰個走勢啦咁所以再翻嚟講咧，美國方面係既然有伯南克出嚟解話，就話咧其實嗰個退市咧，佢係絕對有足夠嘅工具可以幫到佢退出，就唔係好似一般市場嘅理解話，喂都走唔甩啦咁。如果係泥足深陷嘅時候咧，仲弊。跟住咧，你長期低息咧，就令到市場咧冇咗一種意識就係話避險咁所以咧可能會造成不穩定，甚至乎咧通脹咧會死灰復燃。咁諸如此類嘅憂慮咧，其實佢話呢啲係過分憂慮嚟㗎，因為咧唔需要擔心。佢覺得咧維持咗2厘息咧，2厘嘅通脹，對唔住係嚟維持咗2厘通脹咧，其實隨時冇問題嘅。咁另外咧。就係話咧，如果失業率唔處理咧，個禍害係更大。咁所以咧，兩害取其輕咧，係佢講嘅言下之意啦。咁就所以咧，會應該係冇問題。咁再加上咧，其實咧，琴日消息多羅羅好嘅消息咁有2月份消費信心啦，3個月新高啦，綜合製造業指數咧回復擴張啦，10月房價就按年升6.8%咧，係6年最大嘅升幅，加埋咧。1月新屋銷售升幅近20年最大銀行業上季盈利升37%啦，等等。咁但係咧呢啲咁嘅好消息咧，全部夾埋一齊，咁所以美股咧就唔使連跌2日啦。琴日跌210幾點啊嘛，琴晚嚟講前日跌210幾，琴晚升翻一半都唔錯啦。不過要注意歐洲方面其實係未有解決方案㗎，因為意大利分分鐘咧。根據呢個每日博士講分分鐘6個月後再會重選咁而家喺政治上、經濟上同埋財務上咧都有危機嘅。咁所以咧，全個歐洲圍去馬首是瞻嘅時候咧，都擔心咧會唔會咧好似骨牌咁樣，又再嚟過一個歐債危機嘅急跌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要注意呢方面嘅風險。香港方面。就上翻嚟呢個22656呢啲位咧，呢個位咧其實就係等於咧10月31號嘅位嚟嘅。咁咧上翻去咧就見到咧23944，落翻嚟咧其實亦都有一個裂口位係可以支持嘅。咁我自己睇咧，就算上翻去之後再回咧，其實都唔需要
擔心，除非佢跌穿22377同22191呢個區間啊，呢個區間都相當重要㗎。咁有機會同大家再探討啦。咁啊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